OK，各位老友，6月份深圳啲樓市可以話係爆晒煲啊！1個月之內3個地王，仲要一個比一個誇張。好多同行就喺度講啦，核心區嘅房價肯定要大漲啊！但我今日就話俾你知，其實冇咁簡單㗎吓。呢場地王盛宴嘅背後，秉持咗一個邏輯。如果你揀錯咗嘅話，分分鐘爆煲嗰個可能就變成你啊！首先同大家數下呢3個地王有幾誇張。第一個係蘭山粵海街道，樓面價108000一個方，咩概念？麵粉都已經10萬啦，咁你估下麵包要幾多錢啊？嗱，第二個係喺前海桂灣，樓面價去到9萬6啊，亦都係差唔多破10萬大關喎。第三個最誇張啦，我哋寶中地王啊，保利105億搶落嚟，樓面價已經係8萬8。溢價率接近100%，即係話原來底價淨係需要50幾億搶到咗105億啊！足足355輪競價，真係可以話係舉牌舉到手都軟。厲害！對比起舊年同片區先至5萬9，一年時間漲到足足40.5%，呢種漲幅仲刺激過你買 A 股。好多同行呢個時候就話啦，開發商都咁搶啊，咁樓價肯定要上漲啦。大佬啊，你睇嘢唔好淨係睇一半先得㗎。呢啲咁高溢價嘅地，全部都集中喺咗最成熟嘅板塊啊，蘭山啦、前海啦，包括寶中啦，可以話係深圳最值錢嗰幾個核心點。但另外一邊呢，龍崗、坪山呢啲咁嘅外圍地塊，底價成交都已經算好彩啦，仲有流拍㗎，一邊係幾百輪嘅瘋搶，一邊係無人問津，呢啲先叫做冰火兩重天啊！呢一種現象嘅背後呢，其實係我哋政府供地嘅邏輯已經徹底變咗啦。以前呢，全市撒網，邊度都會有地賣啊。而家呢，係縮量提質，用最優質嘅條件鎖死最核心嘅地區啊。2026年，我哋深圳住宅用地供應總共先得90幾公頃，創咗我哋10年嚟嘅新低，比高峰期呢跌咗足足70%啊。喺蘭山呢個萬億 GDP 嘅區，可以供開發嘅純住宅正地，一個手都可以話數得晒啦。物以稀為貴呢啲道理，小學雞都識啦。當然，亦都會有人覺得地王一出，周邊啲樓價肯定會帶動上漲。呢個觀點呢，有一定嘅道理，但我今日想同你講嘅係另外一面啊。呢個時候已經唔係普漲行情啦，而係分化行情嘅極致版。以後深圳啲樓市呢，核心區佢將會越嚟越堅挺，而外圍區呢，佢會越嚟越難賣嘅。你而家買樓，如果仲係諗住深圳係一線城市，一定會漲呢種舊思維去買外圍嘅話，分分鐘你買咗落嚟就係接盤。記住啊，未來啲樓市唔係買到就賺到，而係買啱先至會賺到啊！我信你個鬼！你這個糟老頭子壞得很。仲有一樣嘢，好多人都唔敢講噶，開發商佢高價攞地，就代表佢一定睇好咗後市咩？未必噶。央企、國企嘅資金成本咧，比起民企佢係低非常多嘅。佢哋攞地嘅底氣同埋策略，同普通開發商完全唔一樣。所以唔好見到開發商搶地就以為房價一定會漲到上天啊！佢哋輸得起時間，咁你輸唔輸得起啊？一個字，絕。OK， 最後尾同大家總結4句話，記住你就唔會俾呢場地王盛宴搞亂生態。第一，核心地區嘅價值確實固化，但佢唔等於即刻就會漲啊。第二，市場分化越嚟越嚴重，買錯區域比買錯時機會更加慘嘅。第三，供地邏輯變咗，核心區一定係最大嘅護城河。第四，普通人買樓千祈唔好追熱點啊，要睇真正嘅需求同埋你嘅購買力。近排我哋地王頻出，唔係叫你衝去即刻接盤，而係要叫你睇清楚未來啲樓市邊度先係真正有價值嘅地方，邊度只係炒作嘅概念啊！你唔需要猜對每一個地王，但你需要知道嘅係自己啲錢應該放喺咩位置先係最安全啊。Nice。你覺得深圳下一個地王會喺邊度？評論區傾下啦。我係華仔，拒絕透露，只講真話。今日係咁先啦，拜拜。